四季流動，理想嘅生活就係季節最豐盛嘅時刻。會德豐地產 O East 系列壓軸極致之作 Grand Seasons， 延續 Seasons Place 及 Park Seasons 熾熱銷情，終極登場。項目位處嘅日出康城發展至臻完善，將軍澳跨灣連接路、將藍隧道通車，多元配套一一落成，蛻變為成熟優質社區。Grand Seasons 位居港鐵大型商場 The Lohas 康城上蓋，經商場直達港鐵康城站，順達九龍東、港島東及中環三大商業核心，經跨灣連接路及隧道，迅速接通東區海底隧道，暢達港島東，經未來6號幹線順達西九。項目享有專屬出入口，連接港鐵商場 The Lohas 康城，暢享全方位消閒餐飲體驗。最豐盛嘅生活係同家人分享最美好嘅一刻。度假式住客會所 Seasons Retreat， 連同園林合共逾98,000平方尺，將四季色彩融入園林美學。國際設計師匠心建構療癒庭園，呼應對大自然嘅想象，特設都市綠色耕種，俾你暢享 Farm to Table 體驗。最快活係全家人一齊慢活，投入季節所賦予嘅樂趣，享受8大水主題，園林中暢泳，水力舒壓，精心設計嘅水中光影，小朋友嘅水上世界，晶瑩透亮嘅室內泳池，享受每一個 We Time， 珍惜每一個 Me Time。多元水主題延伸至3大尊貴宴會廳，盛大池畔派對，居酒屋主題水上宴會廳，寫意嘅露天風呂，相聚時光隨你所想。特設尊貴 SPA， 連私人按摩池、蒸汽浴、優雅嘅私人美容美甲空間，成為玩伴係最好嘅陪伴。喺呢度可以一齊發掘烹飪嘅樂趣，仲可以成為大家嘅演奏廳。會德豐首創住宅健身室品牌 Body and Soul 24小時健身室，嶄新引入 Gyrotonic 及 Gyrokinesis 禪游運動設備，打造多元化訓練空間。以及揮灑熱血嘅 VR 遊戲。全新在家工作概念 The Suite， 貼心配備私人及相聚創作空間。會德豐首創全方位兒童發展概念 Spark， 4大元素啟發小朋友從玩樂中自主學習，盡情探索天賦。從品味開闊眼界，玻璃幕牆設計引入天然光，景觀更開揚。項目鄰近遼闊綠野，日出康城內嘅動感公園、日出公園，全港最大寵物公園，連綿嘅海濱長廊，完善嘅單車網絡，生活每日都輕鬆投入大自然。家係培育孩子茁壯嘅地方。Grand Seasons 鄰近多間國際學校，本地頂尖學府，培育孩子多元發展。四季最精彩嘅相聚，匯聚喺最令人期待嘅會德豐地產 O East 系列壓軸極致之作 ，A Delight of Urban Retreat Grand Seasons O East。